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你有冇識一啲人，成日埋怨，從來都唔滿足，好似全世界都欠咗佢？你自己有冇試過怨天尤人？點解我嘅家人永遠唔夠好？點解我從來冇真正幸福過？點解成日唔夠錢用？我哋係咪真係要等到失去，先會後悔？今集故事主角係陳女士，佢咩都係負面，只識埋怨。老公悉心煮飯，佢嫌三嫌四；仔女買嘢俾佢，佢咩都唔滿意。無論屋企人點付出，佢永遠睇唔到，永遠覺得我成世人從來冇享過福。我有機會同陳女士傾偈，原來佢潛意識一直相信兩件事：第一，要經歷生死先識得感恩；第二，要孤獨一個人先會珍惜。佢潛意識裏面，佢拒絕眼前嘅幸福，佢要經歷失去晒所有嘢先會識珍惜。丈夫身體唔舒服，懷疑患癌入院檢查，全家陷入恐慌。嗰幾日，陳女士終於靜落嚟，終於感受到可能會失去嘅恐懼。但當醫療報告出咗，虛驚一場之後，你估陳女士有冇改變？當然冇改變啦，好快，佢又變返原本咁，繼續埋怨，繼續覺得一切理所當然。呢個故事嘅反思係，上天其實一次又一次俾提示，俾機會我哋。如果你都曾經覺得我嘅家庭永遠唔完美，我嘅付出永遠冇人睇到，或者你發現自己總係等緊一場大災難先肯感恩，不妨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：我嘅潛意識係咪偷走咗我珍惜眼前嘅能力？改變唔需要等到失去，由今日起，試下望真啲身邊嘅人，講多一句多謝。如果你都想解開內心嘅埋怨程式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哋一齊從潛意識開始，學識珍惜。